從前喺遙遠嘅地方有一條小村莊，喺呢個美麗嘅村莊裏邊住咗一對好朋友，帕保羅同埋布魯諾。佢哋都好年輕，夢想住一個更美好嘅將來。佢哋經常談論自己嘅夢想，談論點樣成為村裏邊最成功嘅人。佢哋都唔怕辛苦工作，一直喺度尋找機會去達到佢哋嘅目標，實現佢哋嘅夢想。有一日，機會終於嚟啦。村長決定僱用2個年輕人，穿過山谷，將山上面嘅泉水運到村裏邊。報酬按照佢哋運水嘅數量嚟計算。帕保羅同布魯諾非常興奮，馬上投入咗工作。每一日，佢哋由早到晚拎住水桶，來往於山泉同埋村莊之間。佢哋好努力咁工作，將水運到村莊裏邊。每日嘅夜晚，佢哋帶住當日嘅報酬翻屋企。布魯諾好滿意呢份工作同埋報酬，佢好相信通過呢份工作，佢就可以實現佢嘅夢想啦。布魯諾諗，如果要增加佢嘅報酬，佢就要換更大嘅水桶，咁樣佢每一次就可以拎更多嘅水。佢相信有咗更多嘅回報，佢好快就可以買一隻乳牛，以及佢一直夢寐以求嘅屋啦。但係帕保羅並唔滿足於佢嘅報酬，每日翻屋企之後，佢嘅背、手都好痛，而且筋疲力盡。佢喺度尋找一個更輕鬆、能夠賺到更多錢嘅方法。有一日，帕保羅終於諗到一個方法，佢打算起一條管道，將山泉水引到村莊嚟。有咗呢條管道之後，佢就可以將更多嘅水運到村裏邊，而唔需要每日拎住水桶來往於山泉同埋村莊之間。好快，佢對呢個計劃非常興奮，佢開始實行佢嘅計劃啦。當然，帕保羅亦都同佢嘅好朋友布魯諾分享呢個想法，並且邀請佢一齊去建造管道。布魯諾認為呢個簡直係瘋狂。布魯諾諗嘅係，佢今日能夠賺到嘅錢能夠買啲乜嘢，以及點樣可以更快賺錢。建管道會拖慢佢嘅步伐，推遲佢嘅夢想實現。布魯諾換咗個更大嘅水桶，而且增加咗往返嘅次數。佢好相信用咁嘅方法，佢可以賺到更多嘅錢。帕保羅決定一個人建造管道。佢知道要建呢條管道一啲都唔容易，而且會花唔少嘅時間。帕保羅知道佢嘅管道可能要花幾年時間先至能夠完成，但係佢只係盯住自己嘅目標。每一日佢都好似以前一樣用水桶運水，但係喺周末同埋業餘時間裏邊，佢開始掘開石頭同埋泥土，建立佢嘅管道。第一個月，佢嘅工作進展並唔明顯。布魯諾同埋其他村民都喺度嘲笑佢，佢哋叫佢管道人帕保羅。
喺呢段時間裏邊，布魯諾嘅報酬增加咗1倍，佢買咗乳牛，起咗更大嘅屋，佢嘅生活方式改變咗。工作之後，佢會到酒吧裏邊，用佢運水嘅收入嚟好好享受。布魯諾冇意識到，由於每日佢都要拎住沉重嘅水桶，佢開始駝背啦。佢一臉疲倦，身體疲憊不堪。好快，由於身體嘅疲勞，佢能夠拎嘅水越嚟越少啦。而帕保羅仲係月復一月咁工作，好快1年過去，2年過去，帕保羅嘅管道終於完成咗啦。佢唔再需要用水桶去將水拎到村裏邊。而家帕保羅比以前賺到更多嘅錢，無論當佢瞓覺、食飯，抑或度假嘅時候，管道裏邊嘅水都喺度源源不絕咁流入村莊。由於佢嘅眼光、毅力同埋辛勤工作，水源源不絕咁樣流入嚟。而家只要有水由佢嘅管道流入嚟，佢嘅收入就隨之而嚟啦。帕保羅同布魯諾其實係現實生活嘅反應，咁就好似大多數人打工賺錢一樣。布魯諾通過拎水桶嚟賺錢，佢拎住水桶來往於泉眼同埋村莊之間，以換取金錢。要增加收入，佢一係就增加攞水嘅次數，一係就用更大嘅水桶。喺現實生活裏邊，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。我哋可以通過努力工作，從而賺更多嘅錢。例如加班或者揾份兼職，我哋可以換個更大嘅水桶，亦即係話接受一份更高收入嘅職位。咁意味住你要將更多嘅時間花喺工作上邊。我哋大多數嘅人都好似布魯諾咁樣，用時間嚟換錢。我哋知道每個人一日都只有24小時，而且我哋唔可能將全部嘅時間攞嚟工作。由於年齡、健康以及其他因素，當我哋唔能夠用時間換取金錢嘅時候，生活嘅困境就隨之而嚟啦。嗰個時候，我哋嘅收入就停止啦。好啦，等我哋睇睇帕保羅係點樣做嘅呢？帕保羅好聰明，佢並冇將佢全部嘅時間嚟換取有限嘅收入，佢用一部分時間嚟建管道。佢知道只要有水流入嚟，管道就能夠為佢帶嚟源源不絕嘅收入。而源源不絕嘅收入並唔係同佢每日嘅工作時間直接相關嘅。帕保羅知道，由於年齡同埋健康嘅問題，終有一日佢唔可能再用時間嚟換錢。帕保羅知道，只要佢嘅管道行得通，佢只需要經歷一次建立管道嘅辛苦工作。管道建成之後，帕保羅只需要管理以及維修管道，佢嘅收入就會源源不斷咁入嚟。帕保羅向我哋證明咗，要增加收入，我哋唔一定要用時間嚟換金錢。其實有更好嘅方法。咁你呢？你係好似布魯諾咁用時間嚟換錢啦，抑或你好似帕保羅咁建立同埋維修管道，以獲取源源不斷嘅收入呢？如
果你對建立自己嘅管道呢個概念感興趣嘅話，我哋建議你去聯繫借呢隻光碟俾你睇嘅人，咁樣你今日就可以開始建立你自己嘅管道啦。